各位聽眾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柏斯好日子新一集節目。我係阿華，今日嘅主題係隨住年齡增長，點樣可以好好咁照顧自己，尤其係我哋最珍貴嘅大腦健康。講得啱啊，阿華，保持身體健康絕對係享受生活嘅關鍵。我哋好多長者都明白呢一點，好似廖太咁。佢報名參加我哋最近嘅健康講座時就講咗一句：我哋呢個年紀健康好重要，了解點樣保持健康係關鍵嘅第一步。而家健康資訊咁多，有時真係會睇到眼花繚亂。識得分辨正確嘅資訊尤其重要。如果係由專業人士提出嘅建議值得參考，但有啲從不明渠道發佈嘅資訊，例如建議一日飲10公升椰菜汁，就應該唔係長生不老嘅秘訣啦。所以中華社區服務 CWCC 特別重視為社區帶嚟準確又易明嘅健康資訊，仲提供普通話、廣東話同越南話翻譯，等大家可以用自己最熟悉嘅語言了解重要資訊。我哋其中一個重點關注嘅健康議題就係腦退化症。佢唔係淨係成日唔記得副眼鏡擺咗喺邊咁簡單，而係影響記憶、思考、情緒同日常生活嘅一種真實醫學病症，值得大家正視同了解。為咗令大家更加理解腦退化症， CWCC 喺舊年年尾同 Dementia Australia 合作，喺威洛頓社區中心搞咗一次健康博覽會。除咗有專業嘅講座同討論環節，最大亮點就係 Eddie。佢係一個虛擬實境體驗，俾大家親身感受一下患有腦退化症人士眼中嘅世界。真係好震撼！你可以想象見到架藍色車變咗黃色，或者將水凼當成大窿喺街度大嗌小心啊！又或者行入超市想買牛奶，但最後買咗朱古力。呢啲就係腦退化症患者每日面對嘅現實，令大家深深體會到同理心同支持有幾重要。另一個感人嘅亮點就係 CWCC 支持嘅舞台劇《The Moon and the Bakunawa》，由呢度唱執導，靈感係嚟自佢照顧母親嘅親身經歷。劇中唔單止描繪出腦退化症嘅現實，仲反映咗照顧者喺文化上面對嘅種種挑戰。唔同背景嘅觀眾都睇到眼濕濕，因為喺劇入面見到作為照顧者共同嘅艱辛。佢提醒我哋，對長者嘅愛係我哋社區嘅共同語言。所以 CWCC 一直致力支援照顧者，特別係照顧患有腦退化症親人嘅朋友，為佢哋提供實用資源、支援小組同文化敏感嘅指引。因為我哋相信，照顧者嘅身心健康同樣重要。一般人可能唔會留意到，其實佢哋已經係一個照顧者。如果你無條件地照顧同協助有殘疾、疾病、精神健康問題或者年老體弱嘅家人或朋友，咁其實你已經係一個合資格嘅照顧者。重點係，照顧其他人係一份唔容易嘅工作，所以照顧者自己都需要得到照顧。照顧者門戶係澳洲政府推出嘅一項免費服務，目的係為照顧者提供情緒、社交以及其他形式嘅實質支援。中華社區服務 CWCC 參與咗呢個照顧者門戶計劃，成為西澳照顧者協會 CaresWA 嘅合作夥伴之一，提供評估服務俾唔太識英語嘅照顧者，幫佢哋尋找相關嘅資訊同支援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關於照顧者門戶嘅資訊，請致電93283988 93283988聯絡我哋。歡迎返嚟柏斯好日子。我哋知道要保持腦部健康，其實唔需要神奇藥水或者貴價儀器。冇錯，健康專家建議要有良好睡眠習慣，定期做運動，食得健康，仲要保持社交互動，同朋友傾下偈，學新嘢，甚至種下花花草草，都有助保持大腦年輕活力。講到學習，CWCC 提供嘅
點只係健康講座。我哋仲有探討唔同生活議題嘅講座，例如點樣管理糖尿病、提升腦部健康、支援照顧者、了解喺自己冇決策能力時可以揾邊個幫手，仲有點樣防止詐騙。仲有講解澳洲社會福利同長者服務系統嘅環節，等你申請服務時唔會亂晒龍。另外仲有預設醫療計劃講座、營養健康飲食講座，甚至有園藝生活工作坊。因為快樂嘅心靈都需要開心嘅興趣陪伴。所以無論係為咗身體健康、保障自己權益、了解服務選擇，定係想種出柏斯最甜美多汁嘅番茄，CWCC 都有啱你用嘅資源。記住，我哋所有活動都有語言翻譯支援，因為好嘅資訊應該人人都容易接觸到。如果你想報名參加嚟緊嘅講座，可以打嚟93283988，或者去我哋嘅網站同社交平台睇睇。我哋一齊學習、分享同成長，正正就係 CWCC 嘅宗旨。今日節目就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記住保持活躍，保持聯繫。活得堅強又精彩，就好似澳洲嘅陽光一樣燦爛。唔好唔記得，每日邁向健康一小步，都係走向更開心明天嘅一大步。下次再見。